講起龜兔賽跑，大家可能以為我同阿龜係競爭關係，其實我哋好老友，而且仲成日一齊打邊爐。但可惜呢一次比賽前嘅打邊爐，我食完麻辣火鍋之後，半夜突然個肚超痛。當時我仲以為阿龜為咗贏比賽而不擇手段，對我下毒手。第二日，我當然去唔到比賽。你睇我而家，根本同廁所難分難捨。我就嚟唔得啦！阿兔，你見點啊？我帶你去睇醫生啦！我當時見到阿龜，第一個諗法係佢假裝好人，於是我同醫生講：係阿龜為咗贏個比賽對我下毒手，醫生救我啊！唔關阿龜事，係麻辣火鍋太油膩，刺激腸胃，導致腸胃炎。對唔住啊，阿龜，係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我冇嬲你，你好好休息，擇日重賽啦！最終比賽當日，我腸胃炎未完全好，但都勉強去咗比賽。最後當然係輸咗啦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：少食多滋味，多吃會壞肚皮。